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加措活佛著，馬德鐘聲演。第61篇，與美好不期而遇。生命係一種緣，你刻意追求嘅嘢，或者終身都唔能夠得到，而你不曾期待遇到嘅燦爛，反而喺你淡漠從容入邊不期而遇。我哋馬不停蹄咁樣去尋找幸福，驀然回首，其實幸福就喺身邊。我哋需要做嘅係停落嚟，慢慢感受。一生中想要追求嘅嘢太多啦，殊不知有捨就有得，咁樣係一種智慧。而我哋更需要嘅係呢一份嘅心境。不幸嘅源頭總有一種意外，幸福嘅起點總係發生巧合。世間所有痛苦同喜樂都係因緣相互作用嘅結果，緣從來都唔會憑空出現或者消失嘅，只有前因先至有後果，而追求嘅只係喺因和緣嘅過程入邊行走而已。生命本身就係一種緣分嘅載體，人們費盡咗千辛萬苦所追求嘅嘢，並唔一定可以得到，因為追求同得到中間並唔存在必然嘅因緣關係。當我哋手持淡薄嘅花朵，以從容嘅心態面對最終嘅結果嘅時候，反而會同預料之外嘅美好不期而遇。呢個睇嚟好似一宗巧合，但係每一個巧合都唔只係發生一次嘅偶然嘅，每個偶然背後都必然有影子。奇蹟時時刻刻都會發生，唔需要刻意期待，亦都唔需要祈求。美好嘅人同事總會同我哋不期而遇，不過呢個係需要我哋喺揮汗如雨嘅工作或者生活中，不失時機咁樣抬頭或者回望嘅。放緩腳步，唔好走得太過匆忙，捨掉遙不可及嘅奢望，捉住而家所擁有嘅，對自己負責。呢個唔單單喺生活中磨練出智慧，亦都係內心浮躁者最好嘅鎮靜劑。停下匆匆腳步，用心去睇下呢個世界。第62篇，得把自己活開了。好多時候，我哋痛苦嘅來源係唔甘心，唔甘心點解自己付出咗咁多，得到嘅卻唔係自己想要嘅。於是經常沉迷喺呢一份嘅痛苦入邊，越想得到更多，得到嘅就係更多嘅失落。咁樣嘅人生點可以幸福呢？期望係需要嘅，努力亦都係應該嘅，但結果有時候就要睇因緣啦。何必執着於最後自己得到有幾多呢？期間嘅過程先至係幸福啊嘛。小時候幸福係一件好簡單嘅事，成熟後簡單係一件幸福嘅事。每一個人都會犯錯誤，錯誤並唔可怕，因為正確嘅結果往往係從多個錯誤中總結出嚟嘅。可怕嘅係對於錯誤嘅堅持，而唔知道做任何嘅改正。好多時候，人們堅持錯誤嘅方向或者錯誤嘅做法，並唔係因為唔知道對錯，而係因為唔甘心。而呢啲亦都係人陷入痛苦嘅原因之一。現實同理想，實際同預期之間係存在差異嘅。
所以事物最終嘅結果往往係同想象並唔相同。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想要得到越多，失去嘅亦都會越多。獲得幸福最大嘅障礙就係期待更多嘅幸福。期待同希望都係需要嘅，付出嘅努力亦都係必須嘅。但係事物最終結果係取決於因緣相互嘅作用。冇前因嘅情況之下，付出得再多，亦都只係徒勞無功。刻意想要得到幸福，反而常常會收穫更多失敗同埋憂傷。唔好執着於最終嘅結果，更唔好陷入唔甘心，唔接受喺泥潭中唔可以自拔。咁樣係會讓自己痛苦加倍。放下得到嘅執着，仔細咁樣體會追求嘅過程，呢個先係正確嘅選擇。第63篇，貪婪的人內心最貧窮。幸福嘅福字係一件衣服，一口田，就話俾我哋聽，夠食夠着就好啦，知足者常樂。有啲人通過物質上面嘅滿足換嚟嘅幸福，呢一種幸福係非常短暫。如果我哋能夠時時刻刻微笑，擁有一顆安詳嘅心，就會擁有永恆嘅幸福。佛話：笑住面對，不去埋怨，悠然隨心隨性隨緣。注定讓一生改變嘅，只係喺100年後嗰朵花開嘅時候。人之所以唔幸福，唔係因為擁有太少，而係想要太多。人們成日話生活水平提高啦，幸福感卻係降低咗。呢個係因為人們心目中嘅慾望越嚟越高，想要得到嘅嘢越嚟越多，就變得越嚟越難滿足。殊不知，依靠物質堆砌起嚟嘅幸福感受，只係曇花一現，並唔能夠持久嘅。隨着物質減少同變更，呢一種幸福感會大大咁樣減少，隨之而嚟，痛苦就會更加兇猛。越嚟越多嘅慾望，即使係全部都得到滿足，亦都唔係幸福，而係對於自我嘅肆意放縱。貪婪嘅人心中係最貧窮嘅，而懂得知足嘅人先至係最富有。擁有安詳平和嘅心態，從容笑住咁去睇得失，淡然咁面對取捨，先至係大自在嘅境界。要微笑面對，持花而行，唔好將幸福定位喺嗰啲得唔到嘅事物上邊，而讓最簡單嘅幸福從我哋身邊流走。只有一個人感覺到滿足嘅時候，先至會身體輕鬆，內心從容。幸福嘅福字係一件衣服，一口田，簡單到極致。而你嘅幸福亦都可以相同咁簡單嘅，食得飽，着得暖，睡得着，走得動就夠啦。隨緣隨性隨心，笑住面對得失，唔好去埋怨，咁幸福就會久遠。第64篇，沉默的美麗。獨樂係一個人獨處嘅時候，亦都可以歡喜，因為有心靈同生命嘅充實。獨醒係不為眾樂所迷嘅生活方式，但往往唔一定適合每一個人嘅，因為每一個人
都有傷心嘅時刻，但係每一個人嘅傷心都係唔一樣嘅。每一朵花都係安靜咁嚟到呢個世界，又沉默咁離開。如果我哋去傾聽，或者會發覺喺寧靜中仿佛係有心思嘅，而喺沉默裏邊又好似有美麗嘅雄辯。只有當一個人獨處嘅時候，先至可以完完全全咁成為自己，找到內心真正嘅平和同埋寧靜嘅。你可能有過咁嘅經歷嘅，自己莫名其妙俾人誤解咗，或者喺某一日嘅清晨起身嘅時候，一啲關於自己嘅謠言四起，而只有你知道呢啲事根本係與你無關。咁樣你第一反應應該會係啲咩呢？爭辯，定係同嗰啲散布謠言嘅人大打出手啊？留一份沉默俾自己，即使有人散布你嘅謠言，講你嘅壞話，你都大可以不必反唇相譏，歇斯底里咁樣亂吵一通。對於一個心靈潔淨有修養嘅人嚟講，任何流言都會顯得蒼白無力。無論流言嘅影響力有幾大，佢都只係一塊遲早會風化嘅石頭，終究會有水落石出嘅一日。智者往往都係嗰啲懂得喺沉默中思考嘅人。沉默並唔係叫你唔好講嘢，而係希望人們能夠深思熟慮，三思而後言。沉默之所以係金，係在於佢係一種難得嘅心理素質同埋可貴嘅處世之道。形式上嘅靜止，並唔代表思考嘅停滯，而係一種力量嘅儲積。嗰啲深遠嘅思想，都係嚟自一啲沉默思考嘅過程。反之，誇誇其談嘅人，往往淺嘗輒止，難以睇清事物嘅本質嘅。第65篇，慈悲無邊，慈航普渡。我哋成日都用慈悲為別人祈願，成日都用慈悲心去幫助他人。當有一日我哋發覺別人沒有絲毫改變嘅時候，我哋都會好欣慰咁同自己講：我已經努力過，呢個人係無可救藥，與我無關。殊不知，或者唔係佢無可救藥，而係我哋慈悲心唔夠。何謂慈悲？並冇一個硬性嘅標準嘅。慈悲係佛家一種大境界，係助人為樂、拯救眾生嘅情懷，係好難過見到別人痛苦嘅時候，由內而外發出嚟嘅光芒。慈悲不必相識，不必擁有，係給予不求回報，係只有關愛，沒有所求。常懷慈悲嘅心，將痛苦自己承擔，將快樂與眾人分享，祈願世間美好，樂於幫助別人，並且將之視為義務。但有時候，我哋嘅慈悲係並冇改變一啲乜嘢，並冇讓別人放低一啲虛妄嘅執着，亦都冇將別人喺痛苦迷惘中拉出嚟。呢個時候，好多人都會用寬慰嘅語氣同自己講：我唔係佛，我唔能夠度盡世間眾生，總有一啲人係無可救藥，都係算罷啦。呢個係懶惰同懈怠嘅想法，唔能夠用慈悲感化他人，係因為我哋慈悲心比較薄弱，做得唔夠多。宏法普傳，佛魔同道，呢個先係大慈悲嘅境界。救可救之人，亦都救不可救藥之人。連惡魔都能夠被佛普渡，
仲有咩人係無可救藥呢？一滴水撲滅唔到熊熊嘅烈焰，一朵花亦都描繪唔出燦爛嘅季節。只有付出更多嘅慈與悲，先至能夠出現更多嘅改變。當一個個小水滴匯集成為江河海洋，灼人嘅烈焰先至會熄滅。慈悲唔係出於勉強，佢就好似甘露咁，從天上降下凡塵。佢不但俾幸福於受施嘅人，亦同樣俾幸福於施予嘅人。